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10月3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箴言15章第8节到11节、24节到33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同得安慰。歹人甲义人，咱讲正直的人有甚物差别？这就好若亲像恁问讲天堂甲阴间，咱讲地狱有甚物差别共款？天堂就是人甲上帝同行，上帝实践甲人同在的一个应允。也好若亲像诗篇的经文甲咱讲，义人呢，伊宁可住伫上帝的殿来过门，嘛无爱住伫撒旦的殿的内底。后面这句就是咧讲到对圣经观点咧讲阴间的概念共款。当人离开了上帝来亲近撒旦，迄就是住伫阴间啦。箴言15章第8节到11节、24节到33节，安尼来提到着歹人甲义人无共款的特质。点讲歹人现在坐上主厌恶，正直人会祈祷上主欢喜。歹人的路是上主所厌恶，追求公义是伊所喜爱。放杀正直的人会受到严格的管教，厌恶责备人会致到死亡。淫妇甲灭亡，上主拢伫监察。世间人的心较袂对伊会来看捌，智慧的人行上济活命的路，才免落去伫下面的淫妇。上主拆毁骄傲人的厝，保护寡妇的地界。歹的心思上帝厌恶，纯洁的话上帝喜爱。贪不义会财害家己的家，固绝暴露会当火烧。义人的心想了才应，歹人的喙吐出邪恶。上主离开歹人真远，毋过有在听义人的祈祷。温柔的眼神，互人心欢喜。好消息，互筋骨勇健。听趁管教的人会当火烧，会当甲智慧的人做伙徛起。听警戒是看轻家己，听趁管教会得到智慧。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心有谦卑，才有尊严。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培训的中间，嘛提到着基督徒应该伫活命中间、生活中间的一切的患难中呢，来彼此安慰，同得安慰啦吼。上重要是讲爱领受主的保守甲安慰安尼。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保罗讲吼，我是保罗，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门徒的使徒。我甲兄弟提摩太写批互伫哥林多上帝的教会甲全亚该亚省所有的信徒。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赏赐咱稳定甲平安。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伊是慈悲的父，赐逐项安慰的上帝。伫咱一切的患难中，伊安慰咱，互咱会当用上帝赐咱的安慰甲安慰遐会拄着逐款患难的人，因为基督为了咱受真济的苦难。咱嘛通过基督受遐尼济的安慰，阮若拄着患难，是要互恁得到安慰甲拯救；阮若得到安慰，嘛是要互恁得到安慰。有气力通忍受甲阮所忍受相款的苦难，阮对恁所望袂动摇，因为阮知恁甲阮同受苦。
恁嘛会甲阮同受安慰。兄弟姊妹，愿爱恁知，阮伫阿西阿省所拄着的患难，阮祈祷会重担非常重，重甲担袂起，直到强要活袂落去。阮家己感觉有受判死刑，安尼是要互恁无搁活靠家己，只有活靠互人死搁活的上帝。伊有救阮脱离死的危险，嘛有继续救阮。阮毋望伊将来会搁救阮。恁嘛着用祈祷帮助阮，安尼就有真侪人会因为阮对恁真侪的祈祷来得到祝福，来感谢上帝。诗篇32篇第1节到第7节。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的人真有福气。心无干燥，上帝无算伊有罪，这款的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就规日害惨，连骨头都拢早去。你的手暝日重刑罚我，我的情力亲像予热天的日头曝甲打去。我对你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所犯的罪。安尼虔诚的人拢得通找着你的时来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淹着我。你是我的秘的所在，会保庇我。来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来为我。恳求主爱主帮助阮，成做一个真心服侍的基督徒，伫困苦的中间，会当彼此关心，互相扶持，彼此带导，来同得安慰。奉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